你有冇試過發咗一個好長嘅夢？喺夢入邊，你經歷咗好多嘢，見到一個對你好重要嘅人，但係鬧鐘一響，你起身望住天花板嗰一刻，夢入面嘅畫面幾秒鐘就消失晒，你淨係覺得心裏邊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空洞感。差唔多10年前，你的名字上畫，好多人記得嗰個互換身體嘅愛情故事，記得嗰粒彗星，記得新海誠畫嘅天空，但係今日，當你重新睇多次呢套戲，最令你停低嘅可能已經唔係龍同三葉嘅相遇。今晚心流研究所帶你翻去新海誠嘅世界，揾翻你曾經失去過嘅嘢。電影嘅前半段啊，節奏好快，一個東京嘅男仔，一個係手丁嘅女仔，透過夢境交換身體，佢哋介入對方嘅生活，留低筆記，慢慢建立咗一種好深嘅連結。但係去到中段交換突然停止，龍打唔通三葉嘅電話，於是佢憑住記憶中嘅風景搭火車去尋找係手丁。當佢終於去到嗰個位，畫面一轉，冇村莊，冇神社，只有一個巨大嘅隕石坑。然後電影揭曉咗全片最殘酷嘅設定：3年時差。原來龍同三葉之間一直相差咗3年，嗰粒彗星喺3年前就已經摧毀咗係手丁。其實第一次睇到呢度嗰陣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同龍一樣，唔係震驚，而係一種好奇怪嘅失重感。因為前面40分鐘電影一直俾你相信，只要努力尋找，總有一日會見到對方。你以為問題係距離，由東京去飛驒，搭幾程車，行幾段山路，總會去到。但係電影突然之間同你講，唔好意思，你哋之間隔住嘅根本唔係距離，而係時間。而時間係人類唯一冇辦法逆轉嘅嘢。好多人成年之後最深嘅無力感，其實都嚟自呢度，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，而係有啲人、有啲關係、有啲階段真係過咗就過咗。你以為你同嗰個人只係隔住一程火車嘅距離，但原來時間早就有咗斷層。呢個3年嘅 time gap 其實就好似我哋嘅成長。有時我哋以為10幾歲嗰陣嘅青春，嗰啲好純粹嘅關係，只係喺琴日發生嘅事。但係當你真正停低腳步翻轉頭睇清楚，先發現原來時間唔會突然之間改變你，佢只係靜靜地將你熟悉嘅一切一啲一啲咁搬走。等你察覺嗰陣，好多嘢已經唔喺度。電影入邊有一個貫穿全片嘅核心概念，叫 Musubi。媽媽話聚埋一齊，成形、扭曲、纏繞，有時又還原、斷裂、再次連接。呢個就係結，呢個就係時間。人與人之間嘅牽絆係結，時間嘅流動都係結。其實日本神道入邊嘅結同我哋平時理解嘅緣分有少少唔同。我哋講緣分好似講緊命運安排，但係 Musubi 咧就更似一種互相影響。你今日同一個人相遇，一句說話，一個眼神，一次擦身而過，可能已經改變咗你之後10年嘅人生。而最神奇嘅係，有時改變你最多嘅，未必係陪你最耐嗰個人。反而係某個就係出現咗幾個月，甚至就係出現過幾日嘅人，佢走咗之後，你先發現自己原來已經被改變。呢個其實就係電影一直講緊嘅結。當龍發現現實中嘅三葉已經唔喺度，佢行入深山，去到嗰個隱世嘅隕石坑，喺嗰度佢揾到3年前三葉留低嘅口嚼酒。口嚼酒係三葉嘅一半靈魂，龍將佢飲咗落肚。點解一定要飲落肚？因為當你失去咗生命中極度重要嘅一部分，你想重新建立連結，你冇得向外求，你只能夠向內尋找。你必須行入你自己潛意識最深、最陰暗嘅洞穴，將嗰啲封存咗嘅過去，甚至係痛楚，重新吞噬，重新內化。然後黃昏之時，新海誠特登將日文嘅 Kawatani Doki 改寫做 Katawani Doki。卡達瓦呢意思係另一半嘅碎片。喺日與夜交界，時間嘅規則被打破，兩塊本來已經錯位嘅靈魂碎片終於相遇。但係黃昏好短，太陽一落山，三葉瞬間消失，然後遺忘嘅機制啟動，記憶開始好似流沙咁剝落。點解大腦一定要佢哋忘記？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，為咗令你可以繼續生存，大腦會將太過沉重嘅記憶壓到最底。龍好努力咁樣想記住對方個名，但最後佢喺三葉手心寫低嘅唔係自己個名，而係我中意你。因為名只係一種資訊，資訊隨住時間一定會模糊，但我中意你唔係資訊，而係一種純粹嘅情感。大腦可以抹咗你嘅記憶，但洗唔走嘅係情感嘅殘響。就算你已經記唔起嗰個人嘅樣，嗰種痛楚會永遠留喺你身體裏邊。
其實今次做呢條片重溫嗰時，我發現全套戲最令人心寒嘅地方，未必係黃昏之時佢哋被逼分開，而係龍喺山頂醒返之後嗰一段，佢望住部手機，3頁留低嘅日記喺熒幕上面逐行逐行自己消失，佢想趁住仲有少少印象，攞起支筆憑記憶畫翻係手頂個風景出嚟，但係畫下畫下佢發現自己畫唔出，明明幾個鐘頭之前佢仲為咗呢個鎮，為咗呢個人，連命都可以唔要，但起身之後嗰種點都要揾翻佢嘅感覺，就好似手心啲沙咁慢慢流走。佢只係隱約知道自己曾經好搏命咁去揾過某樣好重要嘅嘢。呢個畫面放翻落現實其實好熟悉。10幾20歲嗰陣，你可能試過好沉迷夾 band， 好熱愛某隻 game， 或者為咗同朋友搞一個 project， 可以通頂幾晚都唔瞓。你以為自己會永遠記得嗰種熱血，但係幾年之後，當你喺床下底拎翻支舊吉他出嚟，或者開翻個封塵嘅 hard disk， 你摸住嗰樣嘢，第一下感覺竟然係有啲陌生。你會望住以前儲落嘅嘢，心入邊突然問自己一句：我以前真係咁中意呢樣嘢嘅咩？最殘酷嘅係，你明明知道嗰個人曾經存在過，但係你開始認唔出佢。電影去到最後，有幾個得大人先會睇得明嘅細節。喺龍嘅潛意識入邊，佢一直尋找緊嘅嗰個人，永遠定格咗喺17歲，着住校服，充滿生命力。但係現實中嘅龍已經變成一個着住西裝，習慣咗掩飾情緒，周圍見工嘅成年人。佢哋喺2架電車上望到對方，然後瘋狂咁跑去揾大家，最後喺新宿嗰條樓梯相遇。如果係17歲嘅龍，去到呢一刻，佢可能會不顧一切咁追上去。但係大個咗之後嘅龍，第一反應係窒咗一窒，佢耷低頭，差啲就咁行過。呢個窒咗一窒嘅動作，好細微，但係好殘酷，因為大人已經習慣咗錯過，我哋習慣咗，就算內心有幾大波瀾，表面都要扮到若無其事，我哋先自我懷疑，然後先去行動。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長大後嘅龍，你明明冇唔開心，但係你間唔中喺地鐵度望住窗外，或者喺深夜聽到一首舊歌嗰陣，你總係覺得心裏邊有啲嘢隱隱作痛，就好似醫學上有種感覺叫幻肢痛 （phantom pain）， 截肢嘅病人依然會感覺到失去咗嘅手腳喺度痛。你心入邊嗰種莫名其妙嘅空洞感，某程度上就係你精神上嘅幻肢痛。呢一種痛唔係病，呢種痛係你同過去嗰啲重要嘅人、重要嘅事，甚至係過去嗰個自己唯一剩低嘅結。而我覺得你的名字最溫柔嘅地方係佢從來冇叫你放低。好多作品最後都會教你放低佢啦，向前望啦。但係你的名字唔係啊，佢承認有啲人你一世都未必真正忘記到，有啲遺憾亦都未必需要被治癒。你只係慢慢學識帶住佢繼續生活，就好似龍同3葉最後相遇之前，佢哋唔知道自己失去咗邊個，但係嗰種尋找一直留喺身體裏面。原來真正重要嘅未必係記住對方嘅名，而係喺漫長人生入邊，曾經有人令你相信過世界原來可以咁美好。記憶雖然消失咗，但係只要你仲識得痛，就證明嗰段牽絆從來都冇真正斷過。下次再覺得個心空咗一忽嗰陣，由得佢痛一陣啦。如果中意聽我哋講解唔同嘅作品，歡迎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。想請我哋飲1-2杯咖啡支持我哋，可以加入成為資深研究員，獲得今集同之前嘅 mind map 同背景音樂。我哋下集見。